喂阿力，你睇我新抽到嗰把蝴蝶刀，漸變大力石嶄新七廠啊，成皮嘅嘢啊！成皮嘢買到代碼，你買嘅根本就唔係刀，係專業玩家嘅符號。吓，又喺度講佛偈。巴德里亞話齋喺消費社會，我哋消費緊嘅係一個符號，而唔係物品本身。人會通過買嘢嚟確認自己係邊一種人。你買飾品就相當於將你對電競嘅情感物化，用物質嚟錨定身份，簡稱就係自我感動。咁巴閉，乜你唔買嘢㗎？我買嘅係知識、精神符號，不落俗套。虛擬戀人月續費成功，每月520蚊。喂，你仲話我買符號，你直頭買埋感情喎？錯晒，我買嘅係即使理智如我，終究渴望被愛嘅呢個悲劇符號，係一種更高維度嘅自我確認。我哋都一樣，都係通過消費將情感物化。你買嘅係身份，我買嘅係陪伴，殊途同歸。咁即係點啊？即係今晚雙排，我嫁追，你發把刀俾我玩下。